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另外是讲嘅，欢迎收看2月19号的重要新闻。伫着全国重要文化资产当中，展览年数的艺术保存者王宝元艺师2月6号过身，市长伫各局处长的陪同，上午出席公祭追思。市长讲，宝元师对传统工艺奉献精神，将成为后代永远的感念。民国18年出生伫咧台南嘉义的王宝元艺师，师承父亲王兆发。是展览大师何金良一脉传人，伊的作品遍布台南市嘉义区、中西区、新营区等10多间庙宇。展览的作品有讲又搁传承，不管是人物表情、肢体动作，拢非常具有在地性甲艺术性。为近代台湾寺庙传统艺术装饰的领袖，伫民国99年11月，由原台南县政府公告王宝元传统庙宇展览公益为传统艺术。王宝元艺师为保存者荣誉。上太歹做的就是上简单的所在，上简单的上歹做。恁认为家务上歹整，整个熟爽，对无我就这整个设计熟爽，家务上简单。认真就有，恁少年目睭来认真就有。恁讲的上简单的，才上歹做。喂，这个比。人间国宝王宝元艺师2月6日以93岁高寿离开世间，予人感觉惋惜。伫公祭即天，市长王伟霆率领文化局长叶铁山、文资处长林乔斌、民政局长严正彪、新闻处长苏恩恩等市府一级的首长出席悼念。庭上请忧，上忧，敬上。鲜花，杏花，庭上颂歌，献歌。宝元师终身奉献伫咧展览艺术推广甲保存，教育人才无数。以一双卡手将毕生的记忆精华呈现伫咧作品当中。虽然伊的离开，予人深深的惋惜。但宝元师对着传统工艺奉献精神，也将永远为后世怀念。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为了进行铁路地化工程，位伫北区市政街边高岛将伫2月2日封辟。对此，台南市交通局表示，为了降低对交通的冲击，已经规划好改道动线等配套，请沿路人注意提早营业。一直以来，市建街滨高岛就是当地民众东西向来往的重要道路，出入相当频繁。不过现在为了进行铁路地化工程，该滨高岛2月2日开始就将封路，而且一封就是2档半。对此，当地住户虽然烦恼出入无方便，甚至生理根本做袂落去，不过徛伫政府重要交通建设就无奈，嘛透过里长表达心声。是对一寡是食的吼，较有影响。啊，封嘛是要封啊，这政府政策啊，对无？无法度啊。但是这封是较早，你来讲，在我的见解是意思讲，迄个北平，北平甲南平先处理，啊若处理好吼，才来办尾。迄是我个人的看法啦。伊答应台湾封2档半，可是这2档半是袂当确定的。2年半是不能确定的。你看高架迄阵讲封1档，已经超过2个外月，较通车，所以讲这要互百姓要安怎会当相信讲你是毋是2档半是3档才当通车？这个封起来会互遮别街甲实践街遮的住户非常无方便。可是我之前我有提起，因为伫遮做生意的。已经倒袂少间啊，因为无法度经营嘛，车辆拢过车拢足济，希望会当互遮做生意的会当互伊有一个优惠。里长希望降低封闭期间的交通冲击。市府表示，已经做好万全的配套，除了规划大范围改道动线来疏导车流，要免费的接驳加富康巴士的预约，
希望市民体谅，有心理准备，提早改道。首先，对那个通过性的一个用路人来讲的话，其实我们已经在周边的一个主要道路，包含长荣路、开元路、中山南路等一些主要的一个道路，我们做好交围的一个排面，我们大概有60面的一个排面来指引民众来做一个改道的一个部分。另外就是说在当地居民的一个生活的一个部分的话，其实这边我们也有规划接驳车的一个方式。那接驳车的话，其实是每天都有，然后大概是50分钟一班。然后另外就是说，有一些居民的一些就医的需求的话，我们也有安排一些复康巴士的一个部分。那居民的话，可以跟里长这边来做一个登记，就可以来申请预约复康巴士的一个使用。也提醒我们的一个驾驶用路人，因为长荣钢便桥这边有通车，然后呢我们就是时间街封闭之后，也在行进这些道路的时候，也要减速慢行。也确实照我们的一个交围的一个措施的一个导引排面走，希望能在我们的一个施工过程中降低对道路的一个冲击。虽然地方也是有少数民众强烈反对封闭，甚至传出的抗争，不过李长表示也尽力来沟通，以大局为重。但新闻官及何乔邦采访报道。以刺猬男孩加上演艺路曾经演出爱情白皮书大受欢迎的张庭湖，满月日前在运动比赛节目当中连续拍破跳远、跳远等4项大会纪录，被称作专联运动员。所以19号，伊受邀请来到台市身心障碍者体适能中心担任1天的教练，真欢喜甲新众朋友做伙运动。高人气名星张庭湖19日特别让他来到美善基金会承办的台南市身心障碍者体适能中心进行公益之旅，除了担任一个教练陪伴身心障碍者运动以外，也参与由美善基金会甲随和益智中心共同办理的乐乐棒球赛，希望会当透过陪伴身障朋友运动，协助推广适应体育。我这次就是来陪他们一起做运动，然后担任一日教练的身份，对。然后我觉得这个很有意义，然后也刚好是我喜欢，然后也稍微常常在接触的事情，然后我自己也非常开心，然后很喜欢这样的活动，所以就从台北下来台南这样子。今天呢有很特殊的活动，因为一个运动明星张先生来我们这里跟我们的这里的身心障碍的朋友互动哈。当然，互动的时候是跟他们一起运动。这是我们全台湾目前还是唯一一个被身心障碍者所设立的一个体适能中心。因为很多的体适能中心，他们可能遇到很多的不方便，这里的全部的设备都是为了他们所做的。美善基金会承办的台南市身心障碍者体适能中心，是全国第一个专为提升身心障碍者体适能离实力的运动中心。不管是设备或者是环境，拢相当的优质，就是希望会当鼓励寡侪身障朋友加入运动的行列。这个中心目前大概只要有身心障碍手册的成人都可以过来，然后我们希望他在这边得到好的属于自己的运动计划。本来我们希望都是由教练来支持，但是因为我们的障碍类别太多，所以我们不得已只好必须再邀请了很多的治疗师来协助。那因为有治疗师，有运动指导员，我们就一起会帮我们的伙伴做他的运动设计。2月20日就是张庭湖的生日，为了感谢伊的公益付出，美善基金会一直随和一直中心的万杯天赛提前为庆祝生日，张庭湖嘛许下愿望，希望大家拢会当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运动。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市府近年来以公办多次更新来推动老化国有地活化开发，上个传出好消息，其中利空新村的 B 区顺利招商，上午伫市场的竞争正式甲业者签约，其中将取得170户的社会主体，预计114年兴建完成。为了认定的利空新村 B 区多次更新开发案，去年9月公告，今年1月招商成功。上午伫市场5位贴见证，特别的李明开发公司董事长甲都发局长代表签约。签约以后，除了活化老旧的国有地，
透过多次更新融资奖励，会当取得170户左右的社会主体，加上公共设施的开发，算算的市库会当节省9亿外。非常感谢我们相关单位的配合，那也能够让儿童地区的眷村能够再次获得活化，这点我们是非常非常谢谢的。那总共二空新村从 A 区跟 B 区加起来，总共是70户加175户，总共会有240户的社会住宅。那希望说，这个原则是在2024年能够完工，但是我们觉得如果可以的话，就是说一边完工，先完工你就先启用，然后在不妨碍另一区的工程的情况下，那尤其像社会宅的话，我们如果可以优先启用的话，可以让许多需要社会宅的民众还有市民朋友们可以优先进驻。那其他工地再进行没有关系，只要不妨碍工程的完整性，这点是我们非常非常谢谢的。那社会宅不仅是中央的政策，也是配合城市发展所需要的。我们希望说这个社会宅的观念，那不仅在北部可以，在南部也很可以。根据了解，签约以后，为伫林德宝林路以南靠近南台南副都心3公顷外基地，预计111年开工，114年底社会主体得当开票完成。上午济民代嘛拢到场，见证政府甲民间合作，陆续透过多次更新开发所创造的多赢局面。台南新闻管及何乔芳采访报道。先新闻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说到台南，你想到什么呢？是美食、古迹，还是丰富的人文景深呢？请跟着我们的脚步，欣赏百工百业专家阅览多样的人文风采，一同开辟阅读新飞页。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为迎合社会长期照顾的需求，其实除了居家甲社区照顾的服务模式以外，其实有一款小班制家托，会当互照顾服务员伫厝照顾家己亲人的同时，卖当照顾其他有需要的长辈。其中有一家伙仔伫妈妈周所路的引带，目前4个亲人拢投入，适当来用爱心甲特色的照顾，嘛得到社会局评鉴优等。周所路过去因为体验到长期照顾家属的辛苦甲压力，伫因缘之下，接受社会局甲专人照护协会辅导培训，完成居家照顾员的课程，顺利考出证照。同时，适当前开放厝内空间来接案，替有需要家庭来分担。记者来到现场，是为长辈因亲像照顾家己亲人的款待，互伊有厝的感觉。同时依照个别的需求，互老人参像上小班制幼稚园同款，为长辈需要运动复健的，为爱唱歌，拢真大心陪伴。这个环境上，他协助我们怎么去打造无障碍空间。好，那再来。个案就由那个市政府的照专到那个长辈他们家去评估，评估完再转介给我们，我们就后续的照顾就由我们跟家属他们去接洽。这个体系上，你除了照顾以外，你还要有一些音乐的治疗。那音乐治疗是我女儿，她是音乐老师，她给我的一些音乐动作，怎么去带他们唱，那个带动唱都是我女儿教我，我把这个带给长辈们欢乐。当然，徛伫替代人力的需求，社会局鼓励不管阿母、兄弟还是姊妹等家属做伙投入，
而吉祥难得是现在后生新妇一家伙仔4个人拢做伙，分别用音乐、用跳舞陪伴以及健康饮食等特色来用心照顾，嘛互因适当落来得到小叫评鉴优等，市长亲自颁奖表扬。就是我原本也是想说，就大学毕业之后当完兵回来就是去外面找工作啊，因为妈妈她是因为看着妈妈做这个长照啊，就是我也觉得说我也想要尝试看看，因为其实不瞒说去外面找工作也很辛苦了啊，既然同样都辛苦，想说在家里做先试试看，然后就是看长辈他们的身体啊，就是很多的。就很不一样啊，然后就是从妈妈跟爸爸身上学习说怎么照顾这样子，就一些移位、备餐，或者是遇到一些什么特殊的问题，就是看要怎么解决这样子。根据了解，因为社会无同的需求，目前台南这款无过暝的家托服务有14间，吉祥强调因坚持就是要拒绝案主。不管老人囡仔是身心障碍，甚至是罕见疾病，只要家属有需要，因收到一个案，就是当做一个宝，用爱甲耐心，想尽办法来照顾。台南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台南市电信公组别庆祝建庙，每当春节到元宵拢会办虎城成功灯会。今年因为疫情，除了大型的表演取消，灯会也是照常举行。除了伫庙内甲四周围总共挂了1680个花灯，21号也到现场写书法甲软桥卡，欢迎民众前往参观体验。位伫中义路电信公组庙，每年的春节到元宵拢会举办成功灯会。甲一般彩绘花灯无同，伫咧庙前甲庙内，甚至中义路段，4架挂满红色的古仔灯，顶面拢是书法家题的字。对春节期间一直到甲元宵，相当的壮观。今年的元宵成功灯会吼，阮连续已经办6、7档安尼吼。那么今年因为是疫情的问题啦吼，所以今年就缩小就是动态的吼就取消了哈，就保持现在静态的这个灯会哈。那么我们今年的灯呢，就跟前年一样，还是大约在1600盏哈，那么多呢哈。晚上呢呈现一片红色的非常吉祥了哈。那么我们的灯会跟别人不一样的呢，就是一般的灯会都是彩绘比较多，那我们的灯会是纯粹用红灯，然后请书法家来书写的一个灯会哈，把我们平常的吉祥语啦。或是诗词啦，或是那个比较吉祥的话呢，就写在这个灯里面让大家来欣赏有一种书法、一种文艺的气息在里面配合防疫，今年一个大型的活动，亲像摇灯谜，因为恐惊人潮的聚集，纷纷来取消。不过软桥卡的活动也是持续。另外，伫个21号下午，还有书法家的会校。欢迎民众前往参观。阮的这个元宵灯会从国历1月23号到3月15号，那么差不多要接近尾声了但是阮这个礼拜日阮特别呢举办一个真有意义的这个文艺活动，就是阮拢邀请台南市足有名的这个书法家。来当场写墨宝，来送咱遮的朋友安尼比如讲咱杨玉秀老师啦汪志雄老师，我本人郑有茂啦吴文凯、林义贤张俊荣安尼等伫咱台南市上非常有名这书法老师来当场写墨宝来送大家好朋友安尼希望讲大家好朋友会当安尼礼拜这个下昼2点到4点来到电信公祖庙的正式家庙来索取民间的墨宝。等于安尼收藏安尼非常有意义安尼根据电视家庙的统计，对春节到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虽然参观的民众甲游客大约减了5成，不过这1680拍的花灯，有书法家的题字、学生的彩绘灯挂满四周，加上新道两边，还有108拍的酥油灯，代表天顶108粒星，有成功祈福的意义。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台南市正通罗里门新报边每当春节都会办迎春牛，今年受疫情影响，庙方除了取消大型高空宴会，另外元宵变春牛嘛缩小规模，无开放民众来抢，改以火化增福地，限量300个，要甲民众结缘保平安。
台南市正统鹿耳门圣母庙主委王明义表示，配合政府的防疫，虽然今年的元宵高空宴会来取消，不过迎春牛的活动仍然如期举行。经过跋杯请示，今年的变春牛会缩小规模，改以火化来交织。今年咱变春牛春牛绕境的活动咱来暂停啦吼。但是咧，我农历的正月初6有请示妈祖，妈祖就甲来指示啦，春牛小可爱编啦吼。咱有来邀请着咱台南市长黄伟哲市长，以咱的农历的15啦吼，正月15元宵日透早9点，市长要来编春牛吼，来讲好话了后咧，咱春牛甲来移驾。来吼，以咱庙前啦，吼，东边遮的广场吼来化掉，爱等于交天子啦，吼。本来咱是拢抢春牛肉，互人摕等于公司，也是所有的园啦，也是农业，吼，安尼会当来大趁钱。但是今年妈祖特别指示啦，即只春牛化掉，伊会等于交天子，安尼咱吼。地方啦吼，咱民间安尼遮疫情，甲会当会当安尼来甲平静啦吼。依照传统的习俗，望春牛会早来好运。不过今年配合防疫，庙方不但伫咧庙前庙内，拢装满了喷雾式的消毒机。另外，民众伫咧望春牛以后，嘛要喷酒精来消毒。望春牛好运发大财，身体健康。阮逐年拢有来望这就当讲望牛色迄落家孙的迄落感觉这意义袂歹。望春牛讲好话，望春牛头，子孙会出头，望牛角会代表财产稳达达，望牛喙会大富大贵，望牛尾会剩家伙，望牛骹家伙拢食袂大，望牛肚你的身躯拢袂艰苦，若望着牛咱你的春骨来11万，规只春牛你甲望透透，你的子孙姻缘自然就够哦。所以咧，咱全国善心大德，较紧来望春牛的哈。庙方依照鼓励举办迎春牛。其中今年的空牛杆的造型，也就是俗称的蒙神，因为有穿鞋，注意表示今年应该是袂欠水。今年呢，这个春牛杆就是你的蒙神啦吼，蒙神伊有穿鞋穿鞋代表什么意思？穿鞋就是代表伊今年咱的雨水会足济，所以咱唔免烦恼，因为曾世阳迄蒙神就是曾世阳来出世的，曾世阳专门咧创曾世阳就是专门咧逆天的啦，所以伊若穿鞋就是代表雨水足济。像正当伊无穿鞋，咱就无啥雨水啦。这拢是照着五行八卦啦咧办理配合防疫，今年变春牛，庙方无开放民众来抢春牛，而加以火化以后，装福袋来送予民众，而且限量只有300个，希望甲民众来结缘保平安。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明仔是好天有时最云的天气，温度15度到21度，白落雨，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7级。感谢收看2月19号中嘉台南电视新闻，咱再会。